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宜家楊師奶。Bonjour à tous， 有冇睇我上一條片 Montreal 同多倫多8日7夜之旅？嗰條片就繼續我哋嘅 road trip 自駕遊，一齊去片睇下啦。第一日去到 Montreal， 攞得車嚟，搞咗好耐，已經夜晚，放低行李就即刻去食我哋嘅第一餐法國餐。呢個係宜家嘅 menu， 當然同上年有啲唔同。呢間爆紅嘅法國小餐館要預早 book 㗎，一齊睇下我哋食咗啲乜嘢。餐館細細，最大嘅好處係可以自己帶走，唔收開瓶費，咁就食得飲得開心啦。第二日食完早餐，就向downtown嘅 Old Port 出發，藍天白雲。我哋首先去咗呢度皇家山。Montreal 係魁北克省最大嘅城市，亦係加拿大第2大城市。而 Montreal 嘅意思係皇家山，所以佢嘅中心地標亦以皇家山命名。跟住就去咗食佢地道嘅 smoke meat 三文治。由於星期日人頭湧湧，結果要買外賣上車食。呢間差唔多有100年歷史嘅人氣老店，真係貨真價實。食飽飽就繼續我哋嘅行程，一齊去 Montreal 嘅老城區嚟個 walking tour。呢度係一個主要嘅旅遊景點，有啲建築歷史可以追溯至17世紀。佢係北美最古老嘅城區之一，有好多歐陸式嘅古蹟同埋建築，好多人都話嚟到呢度就等於去咗歐洲一樣。我哋繼續漫遊老城區，感受下異國風情。聖母聖殿係一座羅馬天主教嘅宗座聖殿，由於我哋去嗰日係假日，又差唔多閂門，所以冇緣入去參觀。老城區係一個歷史城區，已經有300幾年歷史，周圍有好多歷史價值嘅建築物，真係一日都睇唔晒。行咗成日，係時候早啲返去休息下啦。因為最後一日係 Montreal， 我哋揀咗去呢度 Quebec City， 來回程差唔多揸成600公里，所以就要早出晚歸，早啲出發。可惜天氣不似預期，又落雨又凍，揸咗咁遠路程，去到梗係要食啲嘢暖下先啦。揀咗呢間小 cafe，坐低飲杯熱朱古力，順便避下雨。跟住就雨中漫步，繼續另一個 walking tour。Quebec City 係位於加拿大魁北克省南部嘅城市，亦係魁北克省第2大城市，僅次於第1大城市 Montreal。我哋一齊欣賞下呢度獨特嘅建築。魁北克聖母聖殿主教座堂，佢係北美洲最古老嘅本堂區聖堂。呢座有300幾年歷史嘅聖堂已經被列入為世界遺產。小上普蘭街呢
條街仔細細，係一個購物區，仲有好多精品店同餐廳，充滿法國情懷，仲有好多人氣打卡位俾你影相，係魁北克舊城區必到嘅地方。呢度地標之一，梗係啡昂古堡酒店啦。1893年落成，有超過130年歷史㗎啦。由於要揸長途車返去，所以就提早食晚餐。今餐好特別，我哋揀咗佢，一齊睇下我哋食咗啲乜。鹿肉嘅味道有啲似牛肉，肉味冇咁濃，而且比較瘦。好唔好味就見仁見智啦，嚟到點都要試下嘅。如果大家食過又覺得味道如何呢？歡迎留言話我知。我最欣賞呢間餐廳嘅呢個地方，洗手間。呢間型格餐廳好多時都爆滿。過開嚟玩，記得要預早 book 啊！我好鍾意呢度嘅古典建築同法國風情，下次一定要嚟多幾日，慢慢品嚐呢度嘅法國情懷。又要揸3粒鐘車返去啦，回程途中啲雨越落越大，仲狂風雷暴，好彩最後順利平安返到去，辛苦晒楊生。仲有下條片 Part 3完結篇。Merci de voir regarder。Au revoir，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